向葉女士再次道歉，道歉到空翻人轉頭咁款，令我覺得你揀錯職業，仲要特登着件咁嘅衫嚟拍呢條片，咁乸晦氣，咪唔好道歉，唔好交代咯。咁條片我決定 intro 唔搞咁多嘢，單刀直入咁笑呢條香港 YouTube 界嘅渣嘴混血肥仔曾達恩。本來我睇完個發現最成嘅連登鋪已經着手整緊條整合片，但上星期二晚見到條渣嘴終於上水交代一切，唔睇猶自可，一睇把幾火。因為呢條10分鐘有多嘅片入面，每一秒感受到渣嘴真係有悔意。相反，你講到自己好委屈、好慘、被迫害咁，用言語藝術嚟包裝去 spin 走重點。最癲係渣嘴見到風向唔對路，連個 channel 都鏟埋。一開始你用分居協議書做第一炮，你話24年6、7月左右，雙方口頭上已經同意咗協議書嘅內容，大致認為嗰刻婚姻已經結束。但後期雙方對份婚書有唔同嘅解讀，女方覺得分居期間你去了解其他對象都算出軌。我會認為大家都已經同意分居，我唔算出軌。首先，就算唔討論份分居協議書有冇法律效力，法官一日未判出絕對離婚令，你兩位仍然係婚姻嘅關係，即係只要你同其他人有做過越軌嘅行為，就係婚內出軌。而且自己有簽名嗰份婚書都寫明，分居滿12個月先至正式簽字離婚，即係你本人係知道個分別喺邊噶啦，仲扮嘢？然後見到份協議書簽署日期為24年7月1日，咁你點解釋你嘅前同事話你早喺24年嘅5月已經不斷向丁丁示好呢？仲要不斷慫恿當時仲有男朋友嘅佢同條仔分手，又用家私去利誘佢，綠帽紅鞋都集齊，你真係好狠潮喎！你話我哋指控你扮好爸爸，仲話你從來都唔想亦唔會放棄兩個女，講到好似好為佢哋着想咁，仲放出英國家事法庭共同撫養判詞後，不忘串翻英國圈子嘅人。我相信英國家事法庭喺作出呢啲安排嘅時候，係基於專業同埋完整資料所作出嘅判斷。我總相信比街外人同埋所謂知情嘅人士嘅觀察嚟得專業。2年來嘅炒作同埋說話，呢啲大人咁樣做又真係對小朋友好咩？哇，仲 gaslight 翻我哋添。OK，咁我哋就嚟睇下英國圈子嘅人啲正宮咯。首先，你位前朋友話你有次單拖帶兩個女去人哋屋企 housewarming 飲到斷晒片，兩個女係咁叫你，你就掛住撩人玩15、20，兩個女驚到喺廁所度嘔，你就懟到同步喺另一個廁所度嘔，是咪覺得一齊嘔就等於父女情深啊？最後當日斷晒片咁瞓咗喺主人家屋企嘅同時，係呢位前朋友送兩位小朋友翻屋企嘅。Bob 叔更加出嚟同樣力證你有幾錫兩個女，更喺11號已經提過，每次佢屋企搞 party， 你就直衝入廚房開酒，仲好似隻八哥咁原地自轉，掂個 PS5 手掣仲多過抱兩個女。之後喺吹緊日偷食嗰排，先成晚抱住佢哋扮好老豆。最正係篤完膊頭，坐完臭格出嚟，完全冇慰問兩個女，反而係叫朋友幫你翻屋企攞部 PS5，等你可以繼續打 FIFA。仲有位你哋英國嘅鄰居睇完你條片，喺你個留言度話你反口，唔俾當初應承個贍養費金額，只願意每個月提供3000蚊港幣俾兩個女做生活費。先唔講你有咁嘅收入同資產，唔俾個官少咗你 PK 乜乜實，正常人都冇可能做到咁賤啦。家下兩個女唔係你生噶，所以究竟係邊個對小朋友唔好啊？跟住你就開始講關於層樓嘅爭議，完全唔明個重點喺邊。而家我哋只係講緊你當日喐手單嘢，你講咁春多其他嘢都 spin 唔走噶啦。你仲晒出今年1月5號英國刑事案法官當日嘅手寫判詞，你話當中冇提及過有 domestic abuse。如果我有嚴重暴力對家暴問題處理得咁嚴謹嘅英國法庭，係冇可能會判我1人1半撫養權。就呢一點，有位可能具有呢方面專業知識嘅連登師兄指出，呢個判決係因為英國法庭好重視兒童權利，想小朋友盡可能有雙親交流，所以就算有家暴嘅案件，只要喐手嗰個唔係打小朋友，就會判翻一半撫養權俾喐手嘅渣仔。今次大家都衝動地用手指篤對方嘅肩膊位置，並且互相推撞，但我重申，我絕對冇權打腳踢。學嗰位師兄話齋，一陽指都入到阿收by beating，你當我硬膠啊？而且 Bob 叔兩公婆同你前同事都話見過千位子當日嘅傷勢，亦異口同聲話個傷勢嘅嚴重程度係冇可能只係用手指篤出嚟。英國法律入邊，法律上 beating 泛指推人、扯手、拍打、拉扯衣服，只要有 physical force 就可以成立。仲同我哋上 lecture， 咁我都知阿媽係女人，但唔代表所有女人都係阿媽咯。我當篤膊頭可以構成 beating， 都唔代表你真係或只係有篤膊頭。同埋一日你就公開晒法官成份判詞，唔好淨係揀對你有利嘅部分出嚟講。品格良好呢段我真係笑乸咗，因為呢一段只係法官對冇任何前科嘅人嘅標準對白，但你就用嚟打晒飛機咁，拋一輪書包企圖去澄清，想挽回公義，點知俾人用實實在在嘅法律知識大巴咁車翻落去，所以有時獻醜真係不如藏拙。我要鄭重向葉女士再次道歉。你睇佢講道歉嗰兩個字個眼神係幾咁大殺氣，莫講話誠意，就連悔意都感覺唔到有一絲。仲有你件衫 Don't push my buttons， 叫我哋唔好辣興你係話，加埋 Anger 個 angry 樣，我哋係咪要驚啊？小露寶臨近復活節玩彩蛋啊！而家自己做錯斷正，道歉仲要串實實咁，嚇屎啊你！都見唔到有任何嘅知情人士諗住出嚟講1、2句説話，避免指控太過嚴重。事後大家推撞身上嘅瘀傷慢慢散發，但係警方最後係冇接受到我哋雙方事發後再影身上瘀傷嘅相。咪住先，你嘅意思係咪？你個仔幾時俾佢個仔打？尋日上晝。
睇幾時斷氣，咁下仲關人咩事啫？同埋係有知情人士企出嚟講啊，咪講咗見過千惠子身上嘅瘀傷，話唔係可以用手指督出嚟咯，唔可以因為佢哋講嘅嘢唔啱你聽就話冇人企出嚟。因為由好早階段我都唔相信英國圈子嘅呢啲朋友，我唔認同一班不斷主動叫我回港生活、叫我放棄撫養權嘅人係乜嘢善良嘅人。就係因為佢哋好人，先唔想啲小朋友跟住個會喐手嘅老豆，所以先叫你放棄撫養權，叫你躝翻香港，可能純粹係因為唔想再見到你喺度篤眼篤鼻啫。有位網民話喺護督事件後偶遇過千惠子，覺得問媽咪爸爸係咪唔中意佢哋，千惠子就話唔係，爸爸仍然咁愛佢哋，完全冇提過你喐手，但閣下就 prefer 飲酒打機食女，仲話兩個女唔係你想生嘅，唔識戴套定被霸王硬上弓啊，所以麻煩你搞清楚，小朋友唔係父母嘅形象工程，係你本人嘅形象工程啫。我希望大家唔好再強迫我哋出相做比較，留翻少少空間同尊重俾我哋同屋企人。就算我哋唔再逼你哋公開傷勢圖，都絕唔會因為係尊重你，反正由你喐手嗰刻開始就已經失去被尊重嘅資格，反而係為咗千惠子，佢喺13號嘅時候表明，因為唔想令自己身心再受負面影響，所以唔想公開自己當日嘅傷勢圖。呢樣我都明嘅，我諗冇一個女仔會想公開呢啲圖俾一班陌生人睇，更何況受傷嘅位置可能比較敏感，同埋可能唔想圖片流出公海後，將來會俾兩個女睇到。話時話，我都好佩服你咁忍得。八婆丁24年串你個 message 話，明白你唔開心一定係想揾人怪責下，冇人想承認婚姻失敗係自己嘅錯，你想件事爆定想件事唔爆啊？但你都忍到今時今日先俾大家睇清楚佢真面目，所謂君子報仇10年未晚，佩服。睇完個 message 之後，更加令我覺得八婆同渣仔真係天生一對。就算你鏟咗自己個 channel， 連 IG 都 delete 埋，開過個新嘅 private account， 八婆都即刻 follow 你，咁不離不棄好啊！千祈唔好放翻出嚟害人啊！記住10年喺網絡界，我深明一個道理，你千祈唔好喺網絡世界入邊揾公義，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係判官，你總會聽到你唔啱聽嘅説話。最緊要係喺現實世界入邊，你點樣做好你自己。呢段結案陳詞真係完美地演繹 Bob 叔話你嗰句 narcissistic psychopath， 千錯萬錯都係人哋嘅錯，自己一啲問題都冇。網民係判官係我哋唔啱，你喺網上揾唔到公義，聽到好多你唔啱聽嘅説話，因為冇人支持你玩一陽指，所以就係唔啱聽不公義。你當晚唔係好口響咁話公道自在人心嘅咩？咁你而家又 delete 片鏟 channel， 仲有千惠子喺你個打手鋪度 comment 話你完全冇負責任，相信都應該係關兩個小朋友事。所以喺9600里外共同撫養兩個女，就係你喺現實生活中做好自己嘅方式，定係你覺得就算冇撫養到兩個女，又撫摸到自己條女，都算係做好咗自己啊？雖然以上所有證人嘅供詞都係冇證據，但我哋一眾花生友之所以企晒喺你對面，除咗係因為你真係被判罪名成立之外，仲有就係見到你完全冇悔意、冇檢討、冇反省過，你哭訴冇人企出嚟幫你講說話。當年 Amber Heard 公開講嘅一句說話，令 Johnny Depp 身敗名裂，瞬間被品牌片商割席，但之後仍然好多人願意企出嚟為佢發聲，證明佢人品好，唔相信佢會喐手。包括前女友名模 Kate Moss 出庭作人格證人。相反，你出事咁耐，一個識你嘅人出嚟幫你講句說話都冇，就睇得出你平時待人處事嘅態度係幾咁劣啦。本來你就係一個冇樣冇外形冇墨水嘅人，連講食女嘅比喻都搞到咁猥瑣。先識咁麥當勞，你都食麥當勞啦。又魚柳包豬柳強咁，但無可否認，就算只係屎忽撞棍都好，都係實力嘅一種。上到位就係上到位。雖然吉夫若無出嚟證實你已失去一切，而我唔知亦唔想知邊個 push 咗你個 button， 但你唔回應還唔回應，換過咩方式向前後左右移動都好，唔該唔好亂用 be water 呢兩個字。而事到如今，我諗你都冇得再撈幕前噶啦，但我估你都仲要食飯供樓噶，所以等我點條明路你行啦，咪又話我哋趕絕你啦。既然而家全香港都知道你身懷失傳絕學一陽指，仲有法庭判決證實你功力幾咁深厚，所以建議你開班授徒，或者同之前 Bacon 一樣搞個擂台賽事，挑戰香港及海外一眾武林高手，並向香港觀眾示範篤膊頭嘅正確方法，話唔定可以好似胎死一樣絕處逢生呢。今次呢件事教訓我哋，錯就要認，唔好咁多爹。你做人公關做得唔好，食屎噶啦！唔知大家又點睇條渣咗同呢件事呢？歡迎喺樓下 comment 分享。今次太嬲冇心情教英文，所以下次先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記得俾個 like， 撳個 subscribe。有咩意見或者 topic 想我講嘅，歡迎喺樓下 comment 話我知。咁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放 super long weekend 有時間睇埋樓上啲舊片啦，仲有我個一舊 IG page，間中會 po 下香港同旅遊嘅好去處，過去幫襯下。今次真係拜啦，拜。